講到這國軍當咧漢光42號演習，海軍的海防大隊這雄風飛彈車也演會去到戰術位置，反制解放軍軍艦的威脅。不過咧，捌佇咧海防大隊生出來的士兵，卻走去做間諜。2023年的時陣，伊偷去到飛彈發射車操演教學示範等資料，交予中共的情報人員，摕到38000。也那台中地方法院長一審改判刑2年7個月。接到漢光演習的上定任務，海軍海防大隊的雄風飛彈車是隨趕到戰術位，要反制海上中國軍艦的威脅。所以嘛，因為安尼變作中國的目標。一個海防大隊生出來的士兵，就喺2023年的時陣，守防態度的龍袍細林的查甫人的烏錢，偷去向日飛彈發射車的綁在頂地操演教官，標準作業定數手冊這資料，轉交予中國的情報人員，攏總賺3.8萬。台中第一車6一審照貪污定罪，判生出來查甫人2年7個月，專案閣會當上訴。雄風2型飛彈是中科院美國預測反艦飛彈的功能，發展量產的反艦飛彈，對1990年開始正式服役，有陸射車載涵艦射型，改良了後的精頂型，上大射程會當到250公里，是國軍主力的反艦武器之一。或者講，若向日飛彈機動部署的定數含關節和中國掌握，會對國防安全造成較大的影響。中共如果說他要對外發航，或者是以這個軍艦集結要對台灣採取行動的話，那這些反艦飛彈或者遠射程的反艦飛彈，以及這個陸地機動的反艦飛彈，對他們來講威脅非常大的，所以他們當然會想辦法來得到相關的情報，它的戰力效果如何，或者是如何的部署，那在什麼情況之下會機動啊，然後它的作戰的準則跟方式。另外，因為涉犯中國間諜案防起訴受害的前電視台主播林清友，剛剛被告內面有6個現役退役的軍人，內面1個退役的現役的士官，涉嫌團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飛彈車保養檢測手冊，和其他的共犯，隨後閣把手機記錄拆掉，考慮有特警滅證逃亡的可能。叫他等於裁定初1開始閣延長期限2個月。學者分析，南向美方來採購的海馬斯有個機動性和精準的打擊能力，是反制中國軍隊的重要武器。國軍的接收和訓練的狀況，自然就變作中國情報收集的主要目標。記者綜合報道。